大家好，我係志韓弟兄。今日咧同大家討論下親密關係中嘅憤怒。呢個係一系列嘅影片。第一講，點解我要控制憤怒呢？咩係親密關係？其實夫妻啦、父母、仔女啦、兄弟姊妹啦、親戚同屋主、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、老師、學生、同事、同工、牧者、會眾、組長、組員或者組員之間、僱主、僱傭、啲治療師同埋服務對象，呢啲都係親密關係。親密關係咧，我睇咧就好似有核能咁樣，可以發電，可以令到大家互相幫助，力上加力，但係都可以咧爆炸嘅。爆炸起上嚟咧，就好多時咧兩敗俱傷。憤怒就好多時係爆炸嘅其中一個情緒。有啲人話我唔能夠控制自己嘅憤怒嘅，究竟呢一個講法係咪真嘅呢？想像下，面對海關嘅檢查，對住一個關員，又有隻警察咧喺度查車，逐架車睇嘅時候，你會唔會亂咁發脾氣，話我趕時間啊咁咧？甚至喺度鬧佢發牢騷咧？大部分嘅人都唔會。面對老闆，我哋會唔會亂發脾氣呢？大部分嘅人都唔會。面對校長、主任，究竟我哋會唔會亂發脾氣呢？絕大部分學生都唔會。或者一個幼小嘅小朋友，面對父母同心嘅管束，佢哋會唔會亂發脾氣呢？絕大部分嘅小朋友都唔會。但係好多人一般都唔願意控制自己嘅憤怒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嬲嘅時候呢，好多時會覺得自己啱晒啦，對方錯晒啦，我有道理，佢冇道理啦，我守規矩，佢犯規啦，係你嘅責任，唔係我嘅責任。所以咧，一般人都唔願意控制自己嘅憤怒嘅。既然係一啲唔可以發脾氣嘅處境，我哋絕大部分嘅人都唔發脾氣，咁樣嘅話咧，其實咧發唔發脾氣係一個選擇。下一條問題要問：我願唔願意控制我嘅憤怒呢？一條相關嘅問題就係發洩憤怒有咩代價呢？其實憤怒可以引起好多身體健康嘅問題㗎，心血管嘅疾病啦，高血壓、心臟病、中風啦，消化系統嘅疾病啦，神經系統大腦嘅疾病啦，皮膚病啦，慢性嘅痛症啦，免疫力下降使到我有細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啦，身體復修嘅能力會變差啦，甚至咧會早啲衰老嘅。對於精神健康或者社交咧都有問題嘅喎，會有焦慮症啦、憂鬱症啦，增加酒精、毒品或者藥物濫用嘅機會啦，會暴飲暴食或者厭食啦，造成人際之間嘅破壞啦，負面嘅形象啦，生活嘅滿意度降低啦，理性思考判斷力下降啦，靈性嘅困擾啦，所以持續嘅憤怒就好似咧自己服用毒藥，希望別人受苦咁。其實有不同嘅親密關係有不同嘅目的嘅。頭先我列舉咗好多關係啦，其實各有唔同嘅目的。譬如舉個例，夫妻、男朋友、女朋友，梗係希望大家親密啊，甚至係甜蜜㗎啦。但係剛剛咧，憤怒同埋有關嘅衝動行為咧，好多時咧就係會破壞呢啲親密關係嘅目的㗎，弄巧反拙。所以其實我哋要計算發泄憤怒嘅代價，可以破壞親密關係，令我生行勿近啦。弄巧反拙啦，同我嘅目的出現身體精神嘅問題啦，情緒困擾啦，或者折磨啦，傷害咗容易傷害嘅人啦，影響咗我個人嘅形象啦。如果你係基督徒，影響咗基督徒嘅形象啦，甚至違反聖經嘅教訓，遠離神啦。
其實啲正面嘅態度同埋方法咧，都可以減少親密關係憤怒嘅反應嘅。呢個叫預防勝於修補啦。我哋睇下呢啲正面嘅態度同方法係乜嘢？建立一個共同應對問題嘅態度啦，係我哋一齊去面對個問題。我哋係一個聯盟，多過係你同我之間嘅對抗。好多時我哋可以問下，我哋一齊諗諗，我哋點樣調整呢個時間安排，先至可以令到彼此更加嘅輕鬆呢？我哋嘅共同目標，關係更加和諧，我哋需要咩方法去實現佢呢？大家一齊去諗。我哋可以學習傾聽同埋共情啦。當對方發嬲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嘗試唔可以辯解或者反駁，可以聽下。你好似好嬲喎，可唔可以講俾我聽你嘅諗法啊？或者發生乜事啊？而咧，盡量去理解對方嘅感受。其實我都感覺到你係感受到失望嘅。如果係你，我都會咁樣難過。如果夫妻之間澆灌大家嘅心靈花園啦，譬如定期嘅溝通啊，設立一啲夫妻交流嘅時間啊，主要係分享感受多啲，多過係解決問題啦。當然可以解決問題。表達欣賞啦，感謝啊，肯定對方啊，咁咧就多啲情感嘅儲備啦。預留一啲時間啦，定期約會啦，二人世界啦，重溫咧溫馨嘅連接啦，同埋咧合適嘅身體親近咧，其實都可以咧澆灌呢個夫妻嘅關係，增加大家嘅親密感。日常生活控制情緒嘅習慣，例如充足嘅睡眠啊，定期嘅運動啊，靜觀正念嘅練習啊，呢啲有幫助嘅。其他有關憤怒嘅影片，多謝大家。